女馬神朱一啲，係。每一人個個都財源廣進，馬路工程，好冇？嚟㗎嘛？係你好，我係楊氏太太。今日咧就恭喜咧朱博士咧身體健康，一定咁美麗啦，天生長住啦，同埋揾多啲錢贏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武打明星朱一張。咁啊，今日咩日子啊？大日子喎！我家姐朱博士生日。咁啊，我哋香港賽馬商會成立咗幾多年啊？3年。我哋邀請下大哥林世賢嚟到我呢度慶祝喎。所以咧，希望我所有嘅朋友今日睇完呢條片，每一個人都馬到功成，一馬當先，馬上暴富，馬上發財，厲害！